所以最牛的街头店杨寨子，早浪向10点钟开门大概，卖光结束，到处一讲，别无分眼，店里只有一样物事。皮西豆、饺子豆，所以还吃个差点最高多两，不是你讲人家，我做的生意还看你面色的呀，所以我从来不买。皮是讲最大头，前头随时西北讲，最不同在，焖肉面辣下来再水，金饭碗辣下来再水，西北讲让我8年来的最一那一讲，那个地方嘛前头再走7、8分钟，随时正有狮子里，特别的吃面，一搭还吃3碗。现在家里也经常吃米的。好的呢，我对这一点花点劲啊，那些别挑了我希望。金饭碗你是那个忠实粉丝啊？焖肉的焖肉来包包开。因为我要喊上海人上场，正宗收最焖肉。但是那这个焖肉包是包大。但是讲面一张更多2年，再热了再啊。来看看啊，2根豆骨头。我这个地方是正好放出来嘛，给哪里放出来？给哪里放出来啊？来困上2年。谢谢。那个上天他们肉不叫3骨头啊？我更要有够，因为我高动力我情绪不吃，要费钱，退休工资3400，现在那我子没来了。昨天才来的。只要所以我就今天负债欠你一点。我今天你把推起来。那么侬到故意讲个挑饭嘛，开只房间你输了海，对了。不，你输了那边了，你要当那长期监望，你还来金拜拜的。你有金没回来。啊是啊，我刚应该来说了后头来改，那就不方便呀，一前一后。你说你要天不听道中，跟我讲，我要打电话不金饭碗，我看个你今朝中浪吃面也排队了，金饭碗困盖的困到再杀个共同体啊。这种讲比共同体，我哪不晓得叫？门在很多2人待会，是不是也不下来定定心心，是吧？谁定一只吧，240，一针到达嘛，係啦。那一个收到去个，一种举办，一个买真去，那是一个家，呀，起码是最送饼上。哟，上单没头，2个人困真嗨。